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先鋒智能啊，上市編號6106喎。公司方面咧喺上海發跡嚇，咁啊做咧智能機械人嚇，咁啊都係屬於市場而家比較hit 啦嚇，受市場歡迎嘅一個賽道嚇。6月15號開始招股，6月18號早上9點30分就截止認購嘅。上市日6月24啦，發行價格101蚊6毫啊，每手入場費5001蚊多啲，集資額咧就挨近11個億嚇。咁由於行業上面咧有炒味啦吸引啦咁集資額10個億。11億個啫噃咁所以咧，相信咧都會投機未重嚇，有興趣嘅朋友即管去認購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，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